2014年，由双子的小说《台湾漫游录》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。这个奖是美国文学界上大的奖项之一，嘛是头一届有台湾人得奖。这本册内底透过两个女主角，伫咧台湾世界行道的过程来书写殖民者甲被殖民者之间的议题。伊的作品深化社会对台湾历史甲身份认同的探讨，嘛得到53连奖的肯定。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，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，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。杨尚祖的小说《台湾漫游录》在2014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甲日本翻译大奖，各大上无翻译做13个国家语言，也拍开台湾文学的国际知名度。小说写两位女主角由台湾食好食美的过程，书写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性别和身份等等的议题。杨尚祖讲会对食食来讨论什么是台湾人，就那像问讲什么是台湾美食，10个人10种答案。伊认为上要紧的是咱互相有共识，要伫台湾共同生活落去。我认为台湾人并不是基于血缘，不是基于语言，不是基于信仰，不是基于先来后到。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认同，在各种不同的族群，可能彼此有摩擦、有冲突，但是有协商，有讨论、有沟通，而我们找到答案。杨尚祖的本名是杨玉珠，甲已经过身的双生小妹杨玉辉，同齐用杨尚祖的笔名。杨尚祖讲用历史结合女性正义来书写历史结合文学，伊也积极参与公民运动，笔杆接力，画面到底。杨尚祖讲，过去掠准家己是外省人，后来发现家族伫台湾上无有100年，嘛因为受到野草唔合运日头火运动的影响，意识到中国和台湾的无同，才互伊转向坚定台湾认同。杨尚祖指出，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定甲政治局势有关系。伊认为文学除了社会关怀，也通对国际交流做出贡献，增加外国对台湾的好感。台湾没办法看到自己的东西，应该也是殖民之下的结果啦。我们重新去看到台湾，重新去挖掘台湾自己值得诉说的东西。甚至我会说，艺术家或文学作家，我们在做同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提炼出美的那个人，就是我们有提炼出美的技术，我们必须把美提炼出来，去向其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人示范说，我们如何可能美。杨尚祖唔但文学贡献，嘛深化社会对台湾历史甲身份认同的探讨，也可以受到53连奖的肯定。针对未来的创作，杨尚祖表示，咱的历史总是较欠缺女性的形影甲角度，伊讲会继续透过小说的创作，甲台湾的女性表现出来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，家人报道。